他们就这樣一直跪着？是的，他們一直等着大王的發落。寡人倒是忘記了，范將軍，你的大王前來吳國為奴，說寡人該讓他們幹些什麼？全憑大王。堂堂大王淪為奴隸，不容易。恐怕這個時候他活着比死還更需要勇氣。范將軍，你告訴寡人，你家大王為什麼不選擇有尊嚴的死去，卻肯到寡人這裡為奴？未死之心，人皆有之吧。這樣的隱忍只有一種解釋，就是他心中有一份希冀，希冀總有一天會洗血會金石。大王此言，一針見血。只可惜，寡人不會讓他看到這一天。范將軍，我再問你，你是願意站在寡人身邊，還是繼續追隨你家大王和他們跪在一起？范蠡謝大王知遇之恩，只是罪臣說過，君臣相守以義。如今我王正在難處，罪臣不能棄他而去。大王，這樣的人留下必成禍患。去之容易，不過征服天下重在人心。寡人若連一個小小的范蠡都不能征服，豈不是枉做着吳國之君了？寡人不殺勾踐，就是想弄個明白，勾踐究竟何德何能，會讓范蠡這樣的人不離不棄？大王有諭，勾踐一行跟隨大王前往太廟祭祀。年華如池，韶光流溢，而夫差在此感念父王，備言狀。而化悲立志，建履俱奮，以行伐越之師，盡報罪裡之仇。父王在天有靈，當孝而明我。今奠酒一樽，哀在上下。深仇不可忘，请大王取了勾踐的人头，祭奠先王。可想到有今天。
伯嚭，臣在。自明日起，命他夫妻俩为寡人刷马洗朝。倘有偷懒懈怠，杖责不赦。是。谢大王不杀之恩。大王，这寡人岂能言而无信？难道相国不认为令他为奴3年，比一剑了结更为快意吗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这边走。勾践，日后你们夫妻2人就住在这马厩里。这匹马叫李飞沙，它可是大王最珍贵的宝马，你们好好侍候。要是出了纰漏，大王有话，杖责不赦。范将軍，大王給你另外安排了住宿。大王說了，你什麼時候拿定主意，可以隨時覲見大王。勾踐，大王還說了。你們幹完馬廄的活，要好好照顧范將軍。他不吃，你們不能吃；他不睡，你們也不能睡。官爺，這范將軍，別這個那個的了，知恩不報非君子。大王對你可是有天大的恩寵了。大王，這是夫差他。寡人心如明鏡，范將軍不必多說，快去歇歇吧。什麼事啊？是。啊，大王莫慌。亚鱼，你听說過我們的先祖少康中興的故事嗎？那時候我們夏禹國被一個臣子篡奪了王位，弄得天下大亂。先祖少康長大了，立志復國。後來呢？後來，他歷盡艱難、屈辱，逃到了一個叫於斯的諸侯家。於斯給了他一塊很小的封地，就憑這塊封地，他與民共苦，最終使祖宗傳下來的夏越國得到了復興。直至今日，我們的大越國。明白大王的意思。記住寡人的話，事已至此，我們流血不流淚。我要忘記寡人是大王，你要忘記自己是王後。我們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無知無覺的畜生。大王別說，有大王這份忍耐，有范蠡、文種，還有成千上萬的越國百姓，亞魚相信大王會有雪恥的一天。
王，如今先王大仇已报，是大王登位的时候。寡人能坐这个位子了。是。3年了，寡人终有今日。大王归位了，那武相国他……寡人能有今日，全赖相国鼎力相助。相国请受寡人一拜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。大王，老臣只是尽了臣子的本分。这调兵的虎符，还请大王一并收回。相国只管收好。相国是我吴国的守护神，凡军国大事，哪能离得开相国呢？大王已经百炼，这虎符就不必留在老臣这儿。莫非相国不想再辅佐寡人？不，那就不必推辞。谢大王。先王在位期间，開疆擴土，南征北戰，為寡人奠下了今天這份基業。可是也留下了一樁未了的心願。太宰大人，你知道這樁未了的心願是什麼嗎？回大王，我吳國至今被西晋等視為蠻夷，被人恥笑。先王的心願就是稱雄天下，霸諸侯。不錯，這心願如今就落在寡人身上。望眾臣與寡人一心，有朝一日問鼎中原，成就霸業。承繼大王，成就霸業。西施姐姐，你实在是好美呀！是啊，难怪大家都說你是咱們越國最美的姑娘。我倒寧願這份美讓別人拿了去。幾位妹妹，你們叫什麼名字啊？我是夢瑤，我叫秋嬋，我是婉婷，我叫鄭旦。快！魏姬來了，快到院子裡去。去幹什麼？幹什麼你也敢問？魏姬可是厲害得很，要想保住自己的命，在她面前你可要乖巧一些。快呀！快！動作快！快去呀！他們都在這兒，夫人要是想挑哪個，我……這就是越國自稱的2個絕代佳人。回夫人，是他們，讓他們回去給我做婢女。這什麼？大王有諭，這些越國女子要等候王後的發落。我可以把夫人的意思稟告王後。我魏姬喜歡的東西，大王一定會給我的。難道你不知道嗎？跟我走。你們沒聽到嗎？你是誰啊？大膽！我們為什麼要聽你的？你是王後嗎？他說的沒錯，你不是王後，就無權帶走我們。你們，來人，把他們倆綁在廊柱上，給我狠狠地打！大王，究竟發生什麼事？魏姬看他們身材姣好，就想去教他們歌舞彈唱。可是這2個丫頭竟不肯去習練，侍奉大王。魏姬忍無可忍。大王，你就把他們2個賞給魏姬好不好？寡人已將這件事交給王後，就由王後發落吧。大王，寡人還有要事，先去了。
姐姐，这两个丫头，我已然做了分派，除了她们2个，你可以随意挑选。无论魏姬夫人挑中哪个，你们都要及时送过去，不得耽搁。是。所有人。 大王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想到，连吴国的马也要欺负寡人。罪臣勾践恭迎大王。这马厩打扫的还算干净。勾践，寡人派给你个刷马洗朝的差事，还不错吧？罪臣蒙大王不杀之德，无论做什么都当尽心竭力。把寡人的李飞沙牵过来。是。大王，请上马。大王，勾践勾践，勾会见。给大王当上马时，恰是明之时。 往后看看。王后，这西施可比魏姬夫人美多了呢。用我的胭脂盒好好给他们打扮打扮，然后到后花园去见我。是，听说越国的歌舞好看得很。 今天晚上宫里有一场盛大的夜宴，你们就给大王献舞吧。回王后，民女的脚伤了，跳不得，跳不得，跳不得。两人对舞才有趣味。王后，同来的还有位秋蝉姑娘，不如就让她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 叫住他们。是。翠儿，等一下，魏姬夫人要召见这两个婢女，快点儿！夫人，他们来了。拜见夫人。哼，看来你们两个给本夫人行礼的样子很不自在嘛。 有个地方想带你们去瞧瞧。夫人，王后还在花园等着他们呢。你的眼里就只有王后，我魏姬说的话就听不得。误不了什么，带他们跟我来。是。走吧。去就去吧，宫里没人敢惹他。
你们大王和王后都在这里为吴王刷马洗槽，所以特意带你们来看看。哎呀，这味道真是难闻得很呢。这哪里还有一点王后和大王的样子呀？宁愿在这里为奴，也不愿意去死。可能天生就是一条贱狗的命。你们俩给我听好，看看他们，就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。给我记住，不准在王后面前胡言乱语，不准胡媚大王，不准有一点非分之想。翠儿，怎么化妆化了这么久？刚才在路上遇见了魏姬夫人，非要带他们去马厩。去马厩做什么？越王和越王后在那里干活呢。王后，民女现在觉得交通好多，今晚可以为大王献舞。哦，这就对了。对于后宫的女人来说，要想得到大王的宠幸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魏姬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，她武技不错。可是，我希望你们的乐舞能胜她一筹。摆宴，魏姬夫人献舞，奏乐。大王，人说乐舞迷人，今天我让越国那2个容颜姣好的姑娘为大王献支舞吧。好，快传他们舞上来。大王传乐女献舞。
然动人。范将軍向寡人敬酒，這杯酒，你替寡人敬范將軍。越国女子竟敢污蔑大王，罪该万死！大王，末将宰了他！你们誤会这位西施姑娘了，她蔑视的不是寡人，她蔑视的是寡人的手下败将。寡人正在兴头上，接着舞起来，舞起来！太宰大人，那西施跳的乐舞你觉得如何？好，人美舞美，这如同春风拂柳，婀娜多姿啊！王后以为呢？比魏姬的媚舞好看多了。好看是好看，如果不是范蠡擋住了寡人，也許寡人就死在西施的刀下啊！大王是在說笑吧？你们沒看見藏在長袖中的短刀嗎？大王，那您怎麼不說呀？臣這就派人把這個妖孽抓起來。要抓寡人當時就抓了，你們以後誰也不准再提起，尤其不能讓吳相國知道。大王，就算西施貌美如花，也絕不能留啊！是啊，一個刺客留在大王和王后的身邊，那怎麼了得呀？除掉他，一定要除掉他！危言聳聽，一個小女子還能殺了寡人嗎？哎呀，這老虎還有打盹的時候了，大王你千萬大意不得呀！寡人這隻老虎，就是隻不打盹的老虎，否則也不會把勾踐和范蠡留在宮裡吧？大王的膽識的確超人，微臣佩服他，五體投地。話雖這樣講，太宰大人也一定要幫大王在宮中多加戒備。是。我之所以告訴你們這件事，是要讓你們知道，寡人並不愚蠢。可我還是不明白，為什麼一定要把西施留下來？寡人要列國知道，吳國的大王恃勝而驕，貪戀女色，胸無大志，荒怠國事。那又為什麼呀？寡人要領霸諸侯，越國這塊石頭已然不在話下。而眼下我吳國最緊要的敵人，齊國。哎呀，臣明白了，大王用的是障眼法，讓齊國和列國放鬆對我吳國的戒備啊。可如果西施再行刺大王呢？放心，不會再有第二次了。范蠡冒死阻止他，說明這只是西施一時起意，並非有人謀劃。臣覺得勾踐和范蠡一直心存僥倖，那大王有朝一日就真會放他們回去了嗎？難道在太宰眼裡，寡人真的像伍子胥認為的那樣傻嗎？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不解。太宰不解就不解吧，寡人心存高遠，慢慢你會明白的。是啊，大王王后早生歇息吧，微臣告退了。你等等，記住，非但不要驚動那兩位姑娘，還要護住她們。除了伍子胥，還有人更希望他們死。大王放心，後宮有你，寡人無憂了。我和太宰還有事，你先進宮歇息吧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太宰，坐。什麼事？陪寡人去馬廄看看。是。
太宰以为勾践淪落至此，心里会想什么？恐怕如同在噩夢之中。若换作太宰，太宰会一死了之，还是忍辱偷生？那自然是一死了之啊。寡人也是这样想。好，去看看那根勾践的救命稻草。大王，范将軍請起。謝大王。太宰大人，臣在。寡人要你們善待范將軍，怎麼連套請句都沒有？微臣冤枉啊！大王請看。范将軍這樣苦行，大可不必吧？罪臣感謝大王恩惠，可是居住在這裡，已然大大好過我王的馬廄，再用那些東西，於心難安。范將軍錯了，在這裡你們同為寡人的奴僕，早已沒有君臣的名分，你們要服從的大王只有一個，那就是寡人。寡人欣賞你的才華，才對你如此的禮遇。倘若你因為忠於勾踐而不能聽命於寡人，那寡人只能殺了勾踐。大王，罪臣身為越國將軍，在戰場上沒能取勝，才致使我王受此屈辱，所以罪臣只能跟隨我王入吳為奴，哪怕生不如死，也只能如此。如果大王真的殺死勾踐大王，罪臣也就沒有活下去的道理。苦海無邊，難得你如此的忠心不二，寡人就成全你在這苦海裡煎熬吧。寡人對你有耐心，只要你范將軍想通，吳國朝廷的大門永遠對你敞開。范將軍，寡人有件事要謝謝你。謝罪臣什麼呢？明知故問，你為寡人擋住了他那刀。罪臣不知道大王說的是什麼。不必驚慌，寡人若要懲治你們，就不會讓你們活到現在。看來這兩個越國的絕代佳人的確是大有來頭，都是將軍親自挑選的。不，大王多心了。難得見你范將軍如此的失態，可見這兩個絕色美女在你心頭的分量。放心吧，寡人暫時還捨不得殺他們。況且寡人倒是很有幾分好奇，寡人倒要看看將軍訓練出來的美女，除了行刺，還會有些什麼手段。大王，夫差走後，我見將軍你長跪不起。大王，末將要救出西施姑娘，末將已經辜負了她，毀了她一輩子，現在絕對不能再讓她有任何危險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求大王寬諒。末將恐怕不能再陪大王走下去了。末將現在只有一條出路，就是答應夫差到吳國為官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求夫差把西施還給末將。范蠡要是真的投靠了，我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。早知如此，應該死在自己的國。至少是死在家鄉了。雅玉，你馬上設法去找到鄭旦姑娘。這時候已經交更了，到哪兒去找她？難是很難，可是是唯一的辦法。後宮的格局大體相同，你只要沉着小心，找到她不是沒有可能的。
亞魚，這是我們越國最後的機會，否則等到天亮，范蠡歸順夫差以後，一切就將萬劫不復了。文耿大夫已經做了安排，你把這個交給郑旦姑娘，記住，一定要交給他。两位哥哥，大王要选一个越国来的姑娘，他们住在哪座偏殿里？谁呀？干什么的？我是从大王身边来的，大王要选一个叫郑旦的姑娘。从大王身边来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，是太宰，刚把我调到大王身边的。是，干什么？姐姐，不要玩姐姐，快把他抢，不要这样！在里面看。是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他们被我的叫声惊醒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胡闹，睡觉，快睡觉。
大王，送到了吗？啊？太好了。大王，雅玉浑身瘫软，一点力气没有了。哦，来，躺下，好好歇歇，歇歇，醒醒。哦，我知道你行，我知道你能行。把玉佩交给郑旦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这是范蠡和文种大夫的安排。他们的贴身侍卫裘善就守在王宫外面的大街上，一旦这里发生险情，只要他看到玉佩，就会立刻设法进宫解救我们。这么说，郑旦还要出宫去见裘善？你能在这暗夜之中找到郑旦姑娘，就说明老天没有抛弃我们，郑旦也能行。你尽管放心吧。只要我接到这块玉佩，就说明大王和范将军有了危险了。所以我要赶快把这块玉佩送出王宫，交给裘善将军。他在哪儿？你别管了，我知道。这么大的事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。也许他改主意了。他已经舍出了西施，难道还会为他？舍是舍了，可他绝不会让西施有性命之虞。你看，这可怎么出宫去啊？出不去也要想办法呀，而且要快。如果他们发现我们两个不见了，肯定会寻了来的。大王，大王恕罪，末将去了。将军，上天保佑，让郑旦姑娘平安出宫吧。我得去趟帮忙。哎，刚好刚好，我也要去。哎，走走走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出去帮王后办点事情。有腰牌吗？我忘带了。没有腰牌，谁也不能放行。退回去！再不退回去，就把你抓起来交给内宫主管大人。快退下！为了王后的事情，单单的。那天给大王献舞的越国姑娘，你们来追我干什么？我不过是来看看这吴国的街道，看完了就自然会回去的。你说的轻巧，自闯宫门是要杀头的。算了，是个不懂事的丫头，押回去，让内宫总管处置吧。哎，伙计。哎，姑娘，你要买什么？苎麻。我们这里只有苎麻织成的布匹，可没有苎麻可卖。这可怎么办？
我家主人說，要是有苎麻，就讓我用这值钱的玉佩换些回去的。有，姑娘，用玉佩换苎麻可是桩好生意啊！姑娘，快请到后面来吧，请。看看内宫主管大人在不在，快把这姑娘送过去。各位哥哥，我只是出宫去看个热闹，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吧。交给主管大人的话，我可就要吃苦头了。瞧他这小模样，也经不得打。回也回来了，就别为难他了。如果下次再让我们抓到你，绝不轻饶。谢谢各位哥哥。西施，将军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和大王遇到了什么危险啊？没有。昨天夜里，王后貌似找到我们住的地方，把那枚玉佩给了郑旦。郑旦呢？他已经出宫了。将軍，你怎麼不說話？到底出了什麼事啊？我已經打定主意離開大王。為什麼？我要去見夫差，我什麼都答應他，只求他把你還給我。等着我，這一次我們絕不會再分開。干什麼？罪臣范蠡要見大王，大王正在習武，請回禀大王。這個時候沒人敢去打擾，你就在這候着吧。好。大王，来，大王，喝口水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那個范蠡殿外求見大王。好，寡人終於等到了。大王等到什麼了？等到了一柄助寡人成就霸業的好劍。愛姬，你先回吧，我要去見那范蠡。夫人，大王留步！大王，那個西施天剛亮就擅自跑出了宮，還好被守門的衛士捉了回來。私自出逃就是死罪。他私自出宮，未必就是出逃啊。大王不要再偏袒他了，要是因為他壞了規矩，這後宮還成什麼樣子了？他犯了這麼大的罪，就絕不能再留他。大王，這是做什麼？倘若事情敗露，或者范蠡真的投靠了夫差，我們就用這個了結了吧。來了。求善拜見王後。王後，好，我在裡面等你。王後，西施未助我出宮，不知現在情況怎麼樣了。我要趕緊回去看看她。去吧。大王，求善，寡人望穿了雙眼，你總算來了。大王快講，要末將做些什麼？你怎麼進宮的？大王請看，末將以給宮內進貢絲綢布匹為名，買通了宮內主管，
有了这塊腰牌，尽可出入。你马上把夫差的宝马里飞沙带出宫去，藏在安全的地方。之后呢，寡人会以之后的情形再做决断。我要去见夫差，我什么都答应他，只求他把你还给我。等着我，这一次我们绝不会再分開。大王，民女叩见大王。大声告诉大王，今天早上为什麼逃出宮去？奴婢在王后這裡做事，應該輪不到魏姬夫人管教吧？大王，你聽到了嗎？那個罪奴竟敢這麼如此放肆！來人，給我打！打！好，今天本夫人就親自好好教訓教訓你。西施，你別怕，沒有大王壞話，放肆的是他。你小人反了你們！住手！大王，你看到了，這兩個小蹄子，他們都造反了，竟敢這樣放肆！大王為我做主，為我做主啊！好，我會為你做主。大王，這一切都不是正旦的錯，大王要責罰的話，就責罰西施吧。你們真的要逃出宮去？都說吳國的街市好看，我只是……他胡說！大王，守門的衛士說了，他是趕着馬車衝出大門的。夫人說的不假，我若是要逃，也不會這樣逃出去。那就是另有圖謀。大王，這兩個罪奴絕對不能再留。大王如果饒了他們，這後宮就永無寧日了。先派人將這兩位姑娘送到王後寢宮，關押起來，聽候王後處置。是。大王，那兩個女奴絕對不能再留。寡人知道，寡人現在要急着去見那個范蠡。這樣吧，改日寡人帶你出宮狩獵，一起散心，好嗎？謝大王。嗯。快去把發生的事情告訴吳相國。是。大王，大王，出什麼事了？大王的寶馬里飛沙不見了。你說什麼？剛剛司馬官來報，不知什麼人盜走了里飛沙。那勾踐小兒呢？還在馬廄裡。把他和有關人等一併帶來。追不回里飛沙，寡人通通殺掉你們。是。进去！禀告王后，吴相国來了。快請。是。老臣拜見王後。這麼快？是魏姬請相國進宮的吧？王後猜得不錯。那相國想要說些什麼呢？那兩個越國女子，是不是魏姬讓我殺了他們，就因為他們是他的眼中釘？不是因為他們是魏姬夫人的眼中釘，是因為他們是我們吳國的眼中釘。誰都明白，把他們送來吳國，就是為了迷惑大王。
大王口說不会被迷惑，可这美人这一关，又有哪个大王能躲得过呢？老臣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自从魏姬夫人入宫，难道大王就真的没有冷落王后吗？那西施论相貌强过魏姬，早晚一天会得到大王的专宠。那个时候，又有谁能担保大王不会受到那妖女的蛊惑呢？那勾践表面愿俯首为奴，可實際上沒有一天不想洗雪貴姬之恥，輕撫越國的。他們和西施裡應外合，那豈能不是我們吳國之患，大王之患呢？相國想要我，既然大王讓王后寵着他們，那就請王後不要再遲疑了。來人，將那兩個從越國來的女奴帶出宮院，亂棍打死。是。王后是魏姬要害我们，你不要听她的。你們還愣着幹什麼？王后有孕，打死他們！報！啟稟王后，大王的愛馬李飛沙不見了。大王有孕，西施和鄭旦私自出宮，多有可疑，要即刻把他們帶往殿上聽審。丟了李飛沙可是天大的事，不要耽擱，馬上帶他們去。是。吴相国，这看管李飛沙的不是那對越王夫婦嗎？怎麼？要真是他們弄丟了李飛沙，那就必死無疑了。寡人的李飛沙究竟是怎麼丟失的？罪臣實在不知。清早醒來，李飛沙就已經不在冑內了。大膽！你這個刷馬洗頭的罪奴，和李飛沙同居一室，竟然還敢說不知？罪臣實在不知。大王，西施姑娘，寡人聽說你一早駕車闖出宮城，究竟去做什麼？和丟失李飛沙有什麼關聯？西施只是趕着馬車到宮外看個新鮮，至於李飛沙是什麼馬，民女從來都沒有見過，更加不知道丟失的事。如果你也不知，勾踐，只怕你難逃一死。罪臣知道，丟了大王的寶馬事大，罪臣只求一死。大王，這勾踐的罪過，實在是赦無可赦。來人！把這勾踐拖出去殺！是。慢。勾踐，寡人再給你一次機會，只要你說出李飛沙的下落，寡人可以饒你不死。罪臣實在不知道李飛沙的下落，就請賜勾踐一死吧。大王，還等什麼呀？太宰大人。你以為呢？據微臣看來，這件事情似乎和西施並沒有什麼關係啊。而且那輛馬車，據微臣查問，是進宮送雜物的，並非是大王的李飛沙。現在說的是勾踐，他弄丟了大王的李飛沙，難道不該殺嗎？哼！大王仁慈，老臣，就饒不了他。大王，相國。哦，我怎麼忘了范將軍了？你一大早跪在殿外要求見寡人，想必有什麼要緊事，告訴寡人吧。這個早上你們都很忙，
范蠡要見寡人，西施闖出宮城，勾踐丟了寡人的李飛沙。莫非這3件同時發生的事都是巧合？大王，不管是不是巧合，今天这勾踐就难逃一死。范将军，你几次欲言又止，内心肯定很为难吧？有什么心里话跟寡人说说。看来寡人今日非開殺戒不可。大王，大王的李飞沙是罪臣弄丢的。将军說自己弄丟了寡人的馬，你認為寡人會相信嗎？昨夜5更時分，罪臣一時好奇，想試試大王的寶馬，就把李飛沙牽了出去。還沒有騎到宮門，就被那匹寶馬摔了下來。罪臣爬起來的時候，那李飛沙就轉眼不見了。你知道你這麼說的後果嗎？承認弄丟大王的李飛沙，就難逃死罪。所以罪臣一早就跪在殿門外，想求得大王的寬恕。那你說說西施姑娘為什麼要駕車闖出宮城呢？我是……我要聽范將軍怎麼說。依罪臣猜測，西施姑娘是個鄉野女子，不懂規矩，是想到宮外看一看吳國的街市盛景吧。還請大王寬恕西施姑娘。范蠡，身為罪臣，還敢為他人求情？還請大王寬恕西施姑娘的無知之罪。大王，恕老臣不知是大王。相国的劍術更出神入化。大王這一劍也是神鬼莫測呀！相國，你在大王面前仗劍而立，那可是大不敬啊！大王，你為什麼要一再袒護這群越國的君臣呢？相國，你忘了，他們早已是寡人的奴僕，不是什麼君臣。可是啊，你為何要和大王的奴僕作對？我呸！你。告退了。謝大王相救之恩。你真的不怕把人殺了？如果不怕，罪臣就不會來求大王。那現在求也沒用了。寡人為了你，險些傷在相國的劍下，這事必須要有個交代。當然，你也不會白過一個早上。勾踐。罪臣在。丟馬之事與你們無關，退下。謝大王。大王瞄得準，范蠡的心果然不守大王。不要說話，不要回頭，趕緊走。范蠡把丟馬的事攬在自己身上，難逃一死。我們不能這樣丟下他。你放心，范蠡的心智過人，應該能夠找到活下來的辦法。我們欠他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的活下去。走吧。放了你昔日的大王，你該滿意了吧？罪臣之過，理當罪臣一人來承擔，所以懇請大王也恕西施和鄭旦2位姑娘無罪吧。太貪心了，
他们两个人和你并无瓜葛，你何必也来求寡人呢？不，这两位姑娘，都是罪臣亲自挑选入吴的，罪臣只希望他们能在大王身边平平安安。要是因为罪臣之罪株连他们的话，罪臣于心不忍。你一定要我宽恕他们？不是要，是恳求，恳求大王饶恕他们。寡人可以宽恩，但宽恩不能没有止境，要不然我的臣子他们怎能答应呢？这样吧，勾践和西施一生一死，谁生谁死？范将軍，你決斷如何？李飛沙是罪臣弄丟的，如果大王一定要一生一死，那就讓罪臣去死吧。好你個不知好歹的范蠡！寡人真的沒有看錯你，難的實在難得，只可惜讓勾踐白白有你這麼一位忠臣良將。好，我成全你，饒了他們。謝大王。慢，我只說饒恕他們，而你，罪臣只求速死。若要你死，寡人又何必留下他們性命？寡人不能這樣輕易地放過你，至少要給我一個不殺你的理由。求大王給罪臣3天時間，去把李飛沙找回來。我只給你1天的時間。明天此時要見不到李飛沙，就等着取下你的人頭。罪臣謝大王。去吧。快走，快走！抬起頭來，去吧。寡人饒你不死，還要什麼呢？民女求大王放了甄旦吧，我們一起走。是。他頂撞魏姬，罪不可恕。甄旦是因為我才頂撞魏姬夫人的，大王要罰就罰我吧。你別這樣不知好歹。大王赦你無罪，已經是法外開恩，叫你離開你就離開。不，甄旦因我而獲罪，無論是生是死，我不能丟下他不管。你快走吧，我不會有事的。求大王放了甄旦吧，西施一輩子都會感激大王的。把你的話再說一遍。求大王放了甄旦吧，西施一輩子都會感謝大王的。這樣的姐妹情誼也算是難得。寡人遵你所求，一起去吧。民女叩謝大王。大王，您真的以為李飛沙的丟失是范蠡所為嗎？我怎麼覺得今天這麼多事情都有蹊蹺啊？寡人是在想，這幾個人攬罪自責，相互偏袒，
這情誼的背後必定還有些什么。西施，今天多亏你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不是共患难的好姐妹吗？以后切不可这样。嗯，快走。你想说什么？这2天发生的事情，让人一头雾水。我正想问你呢，大王和范将軍到底遇到了什麼危險？就是丟了李飛沙嗎？我帶裘善到馬廄的時候，那匹馬還在馬棚裡啊。那可剛才范將軍說，是他把馬牽走的。怪，這可真是怪。還有不解的呢？什麼？算了，別去猜了。這裡面一定有太多的計謀。其實，你說那個夫差他可怕嗎？難怪文種大夫要我們博得他的歡心。這裡所有人的生死都在他的手上。看他那雙眼睛，只要他盯着你看的時候，就讓人不由得渾身直哆嗦。有那麼可怕嗎？怕是怕，可他是我的仇人。只要想到恨，我就什麼也不怕。恨？為什麼搖頭啊？他們丟了馬，我們闖出了宮，可竟然都沒有獲罪。我不知道，到底是該恨他，還是該謝他。西施，你看，他一定是在等你，你去吧。我實在再難說出，請你寬諒的話。我自己也沒有想到，將軍沒有想到。可我已經猜到了，在大王的生死面前，不會選擇我。不是這樣的。難道不是嗎？我突然覺得，將軍像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可又像最陌生的親人。也許我一直都生活在夢裡，再美、再好的夢，也終究是個夢。夢是不會成真的。你真的是這樣想嗎？這樣也好。是我辜負了你。如果這真是個夢，你就把我從你的夢裡攆出去。你不該留戀我這樣的一個男人，一個給你帶來苦難的男人。將軍。